我 Frankie 擁有38年嘅地產代理經驗，代理全香港嘅一手新盤。但如果大家揾西貢清水灣嘅豪宅別墅，記得聯絡我。另外，我哋嘅西貢清水灣西沙路嘅村屋，我哋更加係專家。今次帶到大家嚟到喺西貢清水灣嘅觸角呢一個嘅地段呢，全部係以別墅區為主嘅，但係個伙數非常之低，所以私隱度呢係好高嘅，而且鄰近科技大學，所以投資收租一流。而呢個呢更加位於清水灣道啦，交通方便。呢個出去九龍、香港都係只係20分鐘嘅時間嘅啫。而今次我帶大家嚟到去參觀嘅，位於呢一個觸角嘅康熙花園一個嘅別墅屋，擁有自己嘅花園啦、天台同埋望到開揚咁美景嘅。好，唔阻大家2分鐘睇樓 ，Go！咁啊，上到嚟天台，我哋個簡單嘅總結啦。呢個位於喺清水灣道嘅觸角區，一個純別墅嘅區域啦。康熙花園一間單號嘅別墅屋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呢一度天台嚟講咧，外望咧就係佢自己嘅屋苑泳池啦，而遠望咧就係吐露港嘅海景，所以咧景觀嘅層次咧就非常之多樣化嘅。咁啊，鄰近呢個科技大學啦，所以投資收租咧都好相宜嘅。咁啊，交通好方便。咁啊，基本上行出去就已經係清水灣道㗎啦。我哋去啟德或者係去香港嚟講咧，都係非常之便捷㗎。咁啊，而家單位嚟講咧，佢係放租就係7萬蚊，放買賣嚟講咧，叫價係2900萬。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嚟講咧，可以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咧，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。我哋區內咧已經擁有超過35年嘅歷史㗎啦。分別有我哋嘅西沙路分行，即係鄰近高柏嘅。另外西貢市中心分行同埋我哋嘅清水灣澳龍分行添，我哋相信我哋嘅資深同事咧，除咗喺呢一度之外，我哋有其他嘅，好似松桃苑啊、澳龍啊，甚至銀線灣區嘅別墅咧，都有好多選擇俾大家嘅。咁啊，相信佢哋一定揾到一個心水嘅單位俾大家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俾個 like 同 share 我頻道啦，拜拜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